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笑话话讲，互相闹气求进步，有人讲应该是互相校对求进步才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球，它各有球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释球的意思就是乞讨。甲人讨物件，诚心来请求，咱讲是祈求。祈求神明保庇咱平安，咱讲是求平安。另外，这个求嘛有向别人提出愿望，咱讲是要求。也有说明提出要求，咱讲请求。苦苦甲人要求，咱讲是哀求。另外，有真诚心甲人请求，咱讲是恳求。若是讲卡意一个人去挖金人，探求对方敢会当接受，咱讲追求。希望对方原谅或者是手势牙关。咱讲求情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求神问卜，这个意思就是向神佛来祈求保庇。第2个词读做不求人，这是一款白酒的假诗，因为会当家己白，唔免拜托别人，或者不求人。另外，有人讲是顺阿手阿顺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的阿公实在真够欠算，厝内大细项代志，伊拢会去问神明，不求人无去，嘛求神问卜，结果跋无杯，上尾伫咧椅仔骹找到，这款代志应该是毋是问家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球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